我就听小红帽。马上为您播放《小红帽》啊，来吧来吧，请享受沉浸式有声书带给你的特别体验。终于可以开始了哈。从前，从前，在一个美丽的村庄里，拜托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又是什么动静啊？虫鸣鸟叫，这是虫鸣鸟叫吗？这，你耳朵有问题吗？我耳朵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听不出来吗？这个美丽的村庄正在施工啊！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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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。歡迎收看《怪客臨門》，我係宋明寬。今日我要講嘅係學校生活，也就是學校生活啦。講到學校生活，大家應該對自己學校應該還有一些回憶吧？也有人是正在讀書的學生嘛？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，大家對於學校生活有什麼樣的印象，或是什麼樣的記憶呢？啊，來，這個黃色的弟弟，請你說。被老師罵。被。好難過。還有沒有其他人有什麼印象呢？好，來，這位美女。睡眠不足哦，這個還有嗎？啊，來，這位，交不到朋友，怎麼那麼悲慘？還有沒有？啊，來，這位棕色衣服的，被同學罵，被同學罵。好的，不用再問下去了哈，各位，講出來都不是什麼好回憶啊。不過剛才哈，綜合大家的這些回憶呢，我們可以教大家幾個相關的客家話。首先哈，我們這個交不到朋友哈，就像這位這個藍色衣服的這個同學哈，交不到朋友，有時候會孤單，客家話叫做古習，大家念一遍。古習。啊，睡眠不足、失眠叫做飯操，來大家念一遍。飯操。哦，我們到這個新班級遇到這個同學啊，有時候自我介紹，現在有很多流行在講 I 人，有沒有？會害羞，會內向。這個害羞的客家話叫做講顛羞，來大家念一遍。講顛羞。啊，對，然後有時候會被老師罵啊，考試不會啊，會容易緊張。緊張的客家話叫做驚總，來大家念一遍。驚總。還有這個有關於學生學生的這些問題之後呢，我們也是很想解決啊，所以呢，我最近開了一間店，叫做沒煩惱學生中心。冇煩惱學生的總行，就是要來解決這些年輕人黑上癮的問題。我們來看看今天有誰會來登門拜訪吧。啊，這個，嘿，老闆你好啊，你好，這位家長有什麼事嗎？什麼家長啊？有沒有看到我穿什麼啊？哦，這位爸爸為什麼要偷穿兒子的制服啊？老闆尊重一下，怎麼樣？我是一個學生你是黑上癮？啊，黑上癮啊，然後是學生也是學生？對啊，就你這個樣子。你是學生？哦，你們這個節目真的是很暴力。不是，現在學生這個營養也太好了吧？營養午餐好吃啊，是吧？哪一間學校？告訴我好不好？哎呀，不是啦，你聽說你這邊可以幫黑上癮解決煩惱，是不是真的？對了，我們會根據每一個不同黑上癮的狀況，提出不一樣的解決方案啦。那真的是太好了，因為最近呢，學校開學了以後，有點事情呢，讓我非常煩惱跟焦慮。有嗎？該問題有什麼問題啊？就是我們學校開學了以後啊，要分發一些新的班級，然後那個醒長啊，就會讓我們自我介紹，讓我懂金總。哦，對。這個自我介紹對於害羞內向的學生，講跟修跟學生來講哦，確實是很大的壓力，壓力太啦。對啊，究竟到底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呢？那你看看，各位同學，接下來是新的學期了啊，我們先來做個自我介紹啊。吳思偉同學，你先開始吧。是老師，大家好，我係吳思偉。吳思偉同學，是老師。我警告你啊，吳思偉同學，是老師，你吳思偉要怎麼大聲的告訴大家你叫吳思偉的話，我們就不知道你的名吳思偉，你的名字叫什麼了？是，知不知道吳思偉？是老師。等一下，老師，欣賞，我覺得你對於吳思偉的名已經夠清楚了吧？講了幾次啦？來，重新介紹一次。哦，是老師。大家好，我係吳思偉，口天吳，思想的思，偉大的偉。同學，是老師。你不知道我們這堂課是國文課嗎？誰知道啊？你不講，我以為你是體育欣賞哎。既然是國文課，
能不能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多加入一点文学的气息呢？文学气息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太懂哎，欣赏我不会老师来示范一次。是，他叫吴思维，哎是，无是无法无天的无，哎不是老师，是自私自利的私，没有老师，伪是尾鱼蛋饼的尾。喂，全错啊！前面2个是在骂我吧？而且尾鱼蛋饼是成语吗？欣赏，就你这个样子哦，我现在非常好奇，你自己做自我介绍会是什么样子嘞？就说啊，太假好，爱黑你们的欣赏，爱黑吴映洁。吴是无事生非的吴，映是印堂发黑的印，节是节哀顺变的节。还是全错啊！哎，我很好奇哦，你到底是怎么当上国文欣赏的？就是说嘛，下课。不讲啦！哎呦，老板你看嘛，哎，就有这样的国文欣赏，我能不敬重吗？有这种老师哦，有这种欣赏，真的是阿不利懂胎啦！而且不只是国文欣赏啊，其他科目的欣赏也一样啦。别的老师也一样啊。对啊，哦是啊，还有谁啊？这位是 Okay, everyone, listen to me. 我听出来了啦，是教英文的欣赏啦。Okay, welcome. New 的学期，new 的开始，我们要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用英文做自我介绍，阿不利懂胎呢。虽然说我的英文很烂，是，但我觉得老师的英文比我更烂。他说不定只是隐藏实力而已。哦，是。Okay, please stand. 起立，你看，你很棒。我们的同学都知道 ，stand up。可是我们本来就站着欣赏。Well， 就请这位同学先开始自我介绍吧。我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吴思伟，口天吴思想的思，伟大的伟。 No. Excuse me， 是老师，同学，是老师。我们这堂课是国文，不是英文课。麻烦你要在你的自我介绍里面要加一点 international 的感觉。等一下，你英文比我还烂，你有什么 international 的？就是说嘛，刚刚听到你说你英文不好，先帮你取个英文名字好了。等一下，你是英文欣赏还是酸喵欣赏啊？还有帮忙取英文名字啊？刚刚听到你会说哈嘎发就叫你 Pete 吧，P-E-T-E， 简单好记，什么意思啊？而且还很像客家话的肥屁，很适合你啊！好有道理，有懂屁耶！有什么道理啊？这根本就在骂我吧？好啦，同学，既然英文不好，我们先从简单的英文单词开始。终于要上课了。欣赏终于要好好教书了啦。来，请问，pencil 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来，是英文的铅笔。错，是客语的厕所pencil。等一下，你一个英文欣赏模式搞嘛该哈嘎发？就是说嘛，来，欣赏，再问你请问 Go Man 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是客语的过敏。错，是英文的冲啊，男人。这个我有点好奇啊。你读的到底是什么学校啊？你们选欣赏的标准是怎么选的？所以说嘛，你说学校有这些欣赏，我能不敬重吗？哎呦，对所以你想个办法，帮我解决一下嘛。这个学生的敬重很容易压力，太容易压力大。我压力大。这样子好了，我介绍你一个黑赏你都喜欢疏解压力的方法。什么呀？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女仆咖比堂、女仆咖啡厅啊？女仆咖啡堂。你说的是有女仆帮你服务的咖啡堂吗？我看你这个肮脏的表情就知道你猜对了。真的咖啡堂、女仆咖啡厅想去吗？
好，你没有被电到吧？没有。接下来，我们提供你沉浸式服务哦，真的让你完整的体验女仆嘎皮糖。来，眼睛先闭起来，沉浸式体验哈。太好了，来，我们正式开始。女仆。打主板，仔细听，吴思伟他去了女仆咖啡厅。哎我来了一进我来了门就有女仆迎上来。哦，女仆啊，女仆啊，女仆，女仆嘞？主人，欢迎回来。Master，我可以大赛，这个声音也太粗了吧！哇啊！这女仆也太壮了吧！这叫可盐可甜呐，最适合你了。我不要。喂，有就不错了，还嫌呐？我是，快点呐！我是。要点餐，摇一摇桌上的小铃铛，是就有女仆把你帮。摇啊！不是你摇，摇铃铛，摇它。对呀、哈哈，主人，不是摇他的围裙，铃铛啊，摇铃铛。哦，主人，请问你要吃什么呢？随便啦。如果您点蛋包饭，他们带着您把咒语念，要一起喊啊！要一起喊哦。喵喵，跟上。有，汪汪，我おいしくなね。我已经够难了。老娘东西变好吃，某 好 Q 啊！他到底哪里 Q 啊？女孩们还能把歌曲唱，而且唱的都很棒。哦，难听吗？主人，我要为你唱一首我懂喜欢的歌。接下来我就不多讲了，您到店里去欣赏。你不让他唱啊？喂，唱歌要加钱呐。哦，是。女仆们真可爱，用心把我们来招待，这个职业真高尚，带给人们正能量。夸女仆不含糊，赞女仆不孤独，大家一起爱女仆，他们照亮思维光明的前途。掌声过来！怎么样？弄哎，喜欢嘛？我不喜欢的。干嘛呀？这么壮的女仆啊啊，我已经阿力抬到啊，晚上睡不着觉。这个女仆会让我做噩梦，你知道吗？睡不着觉啊，哎，反超失眠是很可怕的症状哎。而且我身为一个好嗓哎，睡不着觉，我早上怎么学习啊？哦，对，要帮你想办法啊对了，你有没有兴趣这个体验一下最新的科技？啊，我最近啊，自己研发出一套 AI 陪伴型机器人 AI 陪伴机器人，可以解决你一切的烦恼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晚上睡不着觉就可以试用它的功能啊！这么厉害？有没有兴趣这个机器人？有，掌声欢迎有我发明的机器人！干嘛？叮叮，哎，这个吉希尼好像有点眼熟哈。哎，是不是国文老师啊？你不要乱讲，这是我用心打造的 AI 机器人，怎么可能是国文醒常嘞？真的不是吗？机器人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系统提示音啊，可不可以关掉？关不掉哦。你好，我是 AI 陪伴机器人 ，A 是啊一乌 L 的 A，I 是哎呦喂呀的 I。这就是国文老师啊！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呢？它功能很多啦，你就试试看，有什么烦恼跟他说，问问他，可靠吗？试试看啊。真的哦。对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最近啊，我都有失眠呢，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助眠？哦，我推荐你可以聆听有声书助眠。你说什么？有声书，有声书哦，那叫有声书，声书。更正有声书。哎，身为一个 AI 吉希尼，这样的咬字是正常的吗？偶尔出错还好吧？这叫偶尔出错啊。哎，
对不起，最近比较少练习咬字有生疏了，那就有生疏。学我干嘛？说什么谐音梗啊？哎，我真的没有记得我有帮他安装这个谐音梗系统哎。你不要再讲了。你要聆听什么样的有声书呢？那有什么样的孤司呢？以下是帮你搜寻到的故事。小红帽、小红帽、白雪公主、哦，灰姑娘、哎，卖女孩的小火柴。卖火柴的小女孩，盗版的啊你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个 AI 给听你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奇怪，我测试的时候没有问题啊。不是，你有没有一点正常一点的？正常对对，正常一点的孤司啊。哎呀，以下是帮你搜寻到正常一点的故事。哎，有吗？小红帽很正，常常给奶奶送饼干。不，灰姑娘很正，不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有没有给大人成人的故事？成人的孤司。以下是帮你搜寻到成人的故事。说吧。啦啦队群下的诱惑，纯情房东俏房客。你在爽什么啊你？等一下，不是这种成人呐。哎，我说老板，你这个 AI 给听你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不是，再跟你讲一次指令哦，给成人的正常故事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啦啦队很正，常群怎么又来了？行了，纯情房东很正。好，算了。你要不要就听小红帽？我就听儿童绘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听小红帽。马上为您播放小红帽啊，来吧，请享受沉浸式有声书带给你的特别体验。终于可以开始了哈。从前，在一个美丽的村庄里，拜托你等一下，这又是什么动静啊？虫鸣鸟叫，这是虫鸣鸟叫吗？你耳朵有问题吗？我耳朵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听不出来吗？这个美丽的村庄正在施工啊！你到底是怎么听出来的？正常嘛？不正常好不好？在这个正在都更的村庄里，住着一个美丽的小女孩。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叫小红帽啦！哎，老板，你这个机器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已经看不出来它问题在哪了。跟着小红帽很正，常常给奶奶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在听你讲故事哦，我会被你气到睡不着觉。真的，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帮我换一种方法啦？对，你换一种啊。哦，我推荐你可以试试看数水饺。不是属羊吗？怎么会是数水饺？对啊，羊怎么变水饺变碎掉了？对啊，以下是帮你搜寻到的资讯。羊英文 sheep 在英文里面和睡觉 sleep 发音相似，但是在华语里面，羊和睡觉并不相似，而在客语，水饺的客语睡觉和睡觉发音相似，所以推荐你数睡觉。所以现在的意思是我要数睡觉。没错，一起数吧，一起一起来数睡觉吧。这个机你真的没问题吗？我已经不敢保证了，我跟你讲。我的天哪！听我口令，来吧。调整呼吸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吐气。不要在这种人命关天的时候忘记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就要开始数睡觉了。终于要开始了，来。第一颗睡觉下锅，第二颗睡觉下锅，第三颗睡觉下锅，第四颗睡觉下锅，第五颗睡觉下锅。等一下，哪有人煮睡觉是一颗一颗的煮啊？你能不能把手上的碎掉全部一起下锅啊？都扔下去啊！睡觉就是要一颗一颗慢慢数，才能帮助你睡觉。我的天哪，我没有想过数睡觉比数羊还要麻烦呐！再来吧。第6颗睡觉，第7颗睡觉，第8颗睡觉，第9颗睡觉，第10颗睡觉，盖上锅盖。哎，我还没有睡着，为什么要突然盖锅盖啊？对啊，考量你的食量跟健康，10颗睡觉刚刚好。这个时候不用考量我的身体健康，你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好不好？
看他的身材就知道，怎么样这个红章哎哎，10颗不够嘛。对，喂，那我这不是重点吧？那我再煮一点给你当明天午餐。数量也不是重点呐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我觉得你先别跟他争了哈。我觉得哈，你有没有别的方法？这种方法已经失效了。哦，还可以试试看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我有内建助眠城市。哦，对耶，我有帮他安装助眠城市哎。你有什么毛病啊，老板？突然想到了嘛，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有这么内建城市，为什么不早说嘞？排谁？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我刚真的忘了嘛。还有浪费时间在那边煮睡觉。不是，你现在就试试看 ，AI 助眠城市一定很有用的啦。有它的陪伴，你就不孤席不孤单的啦。好了，是否要开启 AI 助理助开眠？启。已开启 AI 助理助眠模式，嗯，请选择你想要聆听的嗓音。哎，这还可以选择嗓音哦。那你有什么嗓音呐？窗外雨滴的嗓音。哦，哎，这个好像还不错哎。还有吗？海浪沙滩的嗓音。哎，有点意思哦。还有吗？闪电雷鸣的嗓音。啊？哎！听这个最好是睡得着啦。对，那你就不要嫌，你就告诉他你喜欢什么样的嗓音，看他有没有就知道了嘛。我喜欢怎么样的嗓音？对，你想一想，有没有温柔一点的嗓音？温柔一点的。可爱一点的嗓音？可爱一点的。最好是女孩子的嗓音。女孩子的嗓音。没错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救命啊！女仆很正，常常骚扰顾客。我不玩了。哎，今晚思伟不用睡了。我去你的吧！谢谢大家。为大家介绍所有演员，首先是吴映洁，我们的詹静、吴思伟，还有我钟敏欢。最后你们嗨翻一天，拜拜。